香港嘅朋友仔睇我嚟啦，138萬可以攞低呢套空中別墅，仲送埋兩地車牌喎。6米高嘅空中大廳展示咗舒適感同高級感，加上6米高嘅旋轉樓梯。1樓嘅設計，廚房、餐廳、客廳3個房間同1個衛生間，每一間房嘅佈局相當 OK， 採光通風非常之好，係現樓出售嘅，可以選擇大裝修，都可以選擇毛坯交樓。別墅係上下疊設計嘅，屋苑環境相當好，因為後邊就係山，歐式外立面風格，睇起身非常之舒服。30分鐘到港珠澳大橋，旁邊就係街市，1+1超市，生活非常之方便。成個2樓係主人套間設計，有休息區，有衛生間，有書房，有衣帽間，仲送埋1個露台添，都係大項目嚟嘅，有公寓，有平層，有別墅，即買即收樓嘅大項目。對呢套空中別墅有興趣嘅，聯繫呢集啦，第10地睇樓。